咱较毋捌唱过，无要紧，咱较等再来练，较等人较济再来练。哦，咱先来看77首。圣诗77首，撒伫大必王的城里。来第一站。撒伫大必王的城里，一个要做真秘密，内面一个会晓出世，下面作用保保伊。老母叫做玛利亚，叫做耶稣做啊。咱拄拄圣诞节。节期拄拄过吼，其实这样阵啊，佫是今年咱的圣诞节的节期算很丰富哈啊，咱算一个很美好的 ending 了哈。昨天晚上的晚会，非常多的人哈啊，伫迄个运动公园遐啊嘛，感谢主真好的天气啊。虽然前一天咱去游行的时阵落雨啊，但是吼咱教会嘛足侪人足踊跃哦。老老少少，我们的那个小羊好勇敢哦，也是走完全程3.4公里哦，很不错哦。啊，我第一遍甲尝试讲，我虽然是脚有受伤，但是我嘛甲行完啊，我也是跟他走完哈。但是回去也感谢主没怎样啊。第二天啊，昨天又参加了那个晚会啊，非常的动人哈啊，我看到那个艺人东东跟佳琪的那个见证哦，我们听了都好感动哦哈啊，真欢喜！咱今年的圣诞节哈，不是一天或是一个礼拜，是1个月哦。那1个月的那么多的活动呢啊，我想让这个福音的触角哈，能够感受很多的人了哈。我们希望每年都有很好的，虽然我们会觉得比较累，参加了很多种活动，但是我觉得神的恩典在我们当中哈啊，咱来看，来唱第2站。上帝圣行放撒眼光，降落世间受艰苦，只有草比当家风雨，只有米做最珍宝，天光叫主点世间，甲袂比比艰苦人。第4站。咱主耶稣搭伫天道，将官兵地做咱王，咱来可以得到拯救，落尾拖咱到天堂。大庆迎是当欢喜，永生好去大无比。今年过节真大的特色就是讲有花车啊，你们有的人搞不好没有去看，但是昨天我叫我先生把每一步都把它照起来，然后应该有 po 在我们教会的那个 line 里面，你们看到，咱看这些花车吼，唔捌看过这种花车啊，内底吼有耶稣婴仔出世，嘛有三博士，嘛有智慧之星，嘛有什么，就很多的花车。我记得20几年前哦，那个咱的国庆日时都有花车游行的。20几年前我当时弄有去台北倒插那个花车哈，啊就没有看过这种花车，哇！所以这次呢，花车都是耶稣的讯息哈，我们都很棒哈，你们可以去参考。好，现在我们来看第2首，82首，然后进行哇哈。就听天使在吟讲，吟全首啊吼。就听天使在吟讲，归因国的新生活，地上和平人守护，上帝做。
的新生王。第三节，我路边啊来滚哦，一时间伊就存在，光明我命伊所属，平安伊的拢有，丰收云更金强比，出世有人无过失，出世孤星万百姓，出世有人点头心，条条地水地阴公，为眼光的新鲜哦。好，咱即摆来看，今仔日较毋捌，咱拢毋捌唱过这首歌吼。昨天晚上哦，我才知道，在那里呢，我看到那个牧师，我想说，宋逸民呢？宋逸民不是一个演员吗？有没有？他跟他哥哥叫宋达敏呢，哈。啊，两个相识啊，宋逸民那里这被我说，他回想起来，哦，好久没看到他演戏了，看他演电视剧都没有看到他。原来他去念神学院当了牧师哦。啊，他的哥哥呢，宋达敏呢，就野心的哦，他去当牧师就是觉得说，你为什么要信那个这样子？后来呢，因为神的恩典跟大爱呢，感动了他哥哥，他哥哥也归主了哦。所以呢，昨天呢，我早上跟他跟我说，哦，原来宋逸民是牧师呢。我当时跟我说，你讲我们就在前面，就在还没开始的时候讲说，等一下宋逸民牧师上去的时候，我们这些跟进跟那个陪谈的人要到前面去。我想说，一个没有想到，就看哇，怎么是他啊？所以呢，神的恩典让我们想不到。做艺人赚偌济钱，伊太不爱赚，不爱去做，还按走去做牧师。啊，牧师是足辛苦的呢，吼。我捌看有的牧师吼，尤其早期的牧师哦，很辛苦。我认识有一个牧师，他在那个嘉义新闻的所在哦，迄起来是有够艰苦，因为他跟我先生很好，所以我每年都会去看他。去因兜伊住迄时有够艰苦的厝，而且自己还要养鸡养鸭啦，还要什么去捕鱼来维持生活。那个牧师呢，住那个牧师馆住了20几年哦，都没有嫌弃。迄牧师馆实在有够简陋的吼，迄个水龙头每次那个洗澡的时候莲蓬头啊，你们有坏了几年了，每次都是当一支，敢像那塑胶管安尼去洗书呢。所以牧师是足辛苦的一个职业的生活吼。他因为伊做上帝的工人，伊袂使嫌艰苦吼。所以呢，我就喜欢在想说，这宋逸民很奇怪的，那明明当艺人可以赚很多钱，怎么不去赚钱，还去当牧师？但是神的恩典哦，让他做了很多的事工哈。好，来我们来看84B 这一条，我们没有唱过哦哈。来，我们请琴弹一遍，我们听一下那个旋律哈。第二句的地方，大家比较注意，就是它那个第二音哦，它是有升的哈，所以那个这一节的哦，这个音都要升哈，所以要稍微注意一下。好，我们来唱第一节试试看哈。地山所不求林地，代表小救主出世，本罪上帝都是先叫，咱着敬畏将来主名。好像可以哦，咱这是。长老教会开始是唱诗歌的勇士哈，来，好，我们来在第一节开始，我们把整首唱完哈，练习一下哈，来，从第一节开始，预备，来开始。地塞所不求林地，但愿小救主出世，本罪上帝都是先叫，咱着敬畏。救主
早，天山所保照人地，代表小救主出世，做来的啊保护最好，这袂互咱情人活过。第三，天山所保照人地，代表小救主出世，天地万军同心无路，对面人人地着。第四节，那咱那记着天上不拥有主带人敬拜，常常互咱听主的声，望人人地来行。备办咱的心来敬拜上帝。
全地着往耶和华出欢喜的声，恁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唱歌来到伊的面前。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咱也是伊的，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场的羊。着用感谢入伊的门，用俄乐入伊的院，着感谢伊，俄乐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实到万世代。这时，咱来吟圣诗82首，82首，请起立。我信上帝。
请坐。咱即时来看启应文32篇，启应文在圣诗后面32。即时咱同齐来启应，对耶西的树头要发一支影。耶和华的心要点伫伊，计划甲能力的神，伊要掠强。伊毋是凭目睭所看见来审判，伊要用公义审判丧凶人，用喙中的管拍世界。公义要做伊的腰带，西龙要甲绵羊仔三角大，牛仔甲细只狮甲肥的情生，牛甲熊马三角食。食冷的囡仔要佚佗伫恶蛇的空口，伫我的圣山的遍地，因为人捌耶和华的财物要充满地上。咱来吟圣诗84首悲。84首悲，请起立。即时咱同心压头来祈祷。慈爱的天父，这个月全世界的基督徒都以欢欣鼓舞的心情传扬基督降生的好消息。除了庆祝之外，我们也应该以耶稣为榜样，去关心有需要的人。耶稣在世的时候，总是风尘仆仆地行走在各城各乡，他总是怜悯那些最弱势的族群，他总是与罪人、税吏、妓女为朋友，他总是停下他的脚步，
医治瘸腿、瞎眼、耳聋的人。今年因着疫情的关系，有多少的家庭三餐不继？有多少的社福机构捐款突然减少？耶稣曾说：“这些事你们做在最小弟兄身上，就是做在我的身上。”身为基督徒，我们要身体力行耶稣的教导，伸出援手，实实在在做在最需要的人的身上。这才是送给耶稣最有意义的生日礼物。否则，欢庆圣诞只不过是一场嘉年华会，欢乐过后，对这个社会没有带来太大的影响，那是多么可惜且令人遗憾的一件事。主啊，愿我们牢牢记得，我们是基督徒，帮助我们活出爱人如己的生命，更像耶稣不是口号，而是我们基督徒每天的生活。我们将祈求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时我要来恭读上帝的话。路加福音第2章22到40节，我念和合本修订本。22节，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就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献给主。正如主的律法上所记，凡头生的男子必归主为圣。又要照主的律法上所说，用1对斑鸠或用2只雏鸽献祭。那时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而行。西面就把他抱过来，称颂上帝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容你的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启示外邦人的光，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孩子的父母因论耶稣的这些话就惊讶，西面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成为毁谤的对象，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剑刺透。”又有位女先知，名叫亚拿，是亚瑟支派法内利的女儿，年纪已经老迈，从童女出嫁，同丈夫住了7年，就寡居了，现在已经84岁。她不离开圣殿，禁食祈求，昼夜侍奉上帝。正当那时，她进前来感谢上帝，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论这孩子的事。约瑟和玛利亚照主的律法办完了一切的事，就回加利利，到自己的城拿撒勒去了。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上帝的恩典在他的身上。愿神的话语铭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并按照神的话语去做。这时咱要请主日学来俄勒天国的子民。
咱即时请牧师讲道。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满心感谢你。主，阮看见阮的中间有侪侪遮的细囝，因亲像天使一般样，伫遐来学乐主你，也来伫遐见证因家己的身份。阮满心感谢，主你也帮助阮。互阮会通亲像遮个细囝一般样，互阮有单纯的心。因为主你讲，入天国的人，正是亲像安尼的人。愿你的话不断来提醒阮，来引带阮，互阮行伫主你所爱阮行的道路顶面。祈祷靠着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今仔日拄好注意到来安尼带咱来学乐上帝，咱嘛今仔日来经文拄好嘛是安尼伫咧主耶稣安尼拄好伫咧婴孩时阵的一段的经段。咱今仔日会通对即个路加福音内面会通看一寡的代志，咱也要伫迄个中间来诚做咱的提醒甲帮助。主耶稣伊出世的故事，伫咧即个路加福音的内面。虽然咱也对路加福音来看时，一开始咱会通看见讲，那亲像主角一开始那亲像是行色的约翰。但是路加福音的即个作者，即个路加医师，伊并无一直强调即个行色。当主耶稣伊出世了，即个路加医师伊就真。安尼真巧，咱讲真巧妙，伫遐来安尼淡化了即个惊世的约翰的即个伊的角色。毕竟即个惊世的约翰，伊是伫咧即个安尼主耶稣出世来到即个世间的迄个先锋者，伊并毋是迄个主角，所以即个路加福音的即个作者就带领着咱来到伫上帝即个。福音行动的开始的迄个所在，也就是耶路撒冷。伫即个福音行动，耶稣甲着即个教会完全会通讲，咱会通看见讲，那亲像是将耶稣甲着规个教会，拢完全归入伫咧即个犹太教的内面。伫到主耶稣安尼，互犹太宗教即个领袖安尼拒绝了。教会才安尼，甲着即个犹太教安尼，咱会讲叫做渐行渐远。但是上帝意思是好的，福音虽然是对犹太教来开始，却是要安尼对耶路撒冷一直传到撒玛尼亚，一直到地极。所以今仔日咱要对即个安尼婴仔耶稣来讲起，伊要伫即个世间的即个工作。甲着伊的迄个职分，主耶稣伊捌讲过，讲无拍算，无伫拍算，我来是要废掉，要废无律法，是先知。我来毋是要废无，是要应验。咱若对今仔日咱所领受的即个经段，就会通更较清楚知影，主耶稣伊是怎样伫实践即个律法的。对伫即个安尼。约瑟甲玛利亚以及即个婴仔耶稣所组成的，咱讲即个圣家族即个圣家族是安尼，咱若对经文来看见，咱就会通看见讲，即个家族是安尼讲严守着即个摩西律法的一个家庭。伫咱今仔日所读的即个经段内面，会通讲一个真要紧的，咱也会是。咱若对咱的圣诗内面嘛有一面一篇的即个叫做西面颂的即个圣诗嘛，伫咧咱的诗篇咱的圣诗内面，伫咧510几首遐，咱会通对迄个中间来看见伫咧咱今仔日所读的即个经段内面，有5摆提起着
因照着摩西的律例，吼，即个安尼，即个义句讲，吼，照着那个律法，咱就通知影讲，即个家庭是怎样照着律法所要求的来行。但是咱嘛会通看见，就是耶稣伊后来伊到伫伊长大成人，伊去到后来伊来安尼到伫安尼迄落出来传福音的迄个日常生活中，咱会通发现讲，即个伊甲着即个安尼即个咱讲宗教的即个宗教领袖。上大的摩擦，就是耶稣那亲像无遵守着即个安息日等等遮个律法所要求的。为什么会伊会甲遮个摩西律法的遮个咱讲解说者遮个人安尼迄个关系遐尔紧张？因为耶稣伫咧即个传统中间所受的迄个培养。互伊反对遐个虚假强调爱遵守摩西律法的人，却是无真实的行为。这个人伊伫遐讲爱遵守着即个安息日，却无认出主耶稣伊是迄个安息日的主。只有干那遵守着迄个摩西律法的迄个外在的迄个形式，却无行出上帝爱。因伫遐遵守着即个律法的迄个实在。直到主耶稣捌对即个伊的学生讲啦，伊讲：既然法利赛人所讲的，恁着接受伊，只是干那毋通甲因共款。所以咱通看见讲，主耶稣伊伫咧安尼出世。一直到后来，伊伫遐传福音，伊伫咧真要紧的一件代志，就是伊爱咱伫咧迄个中间，安尼应该爱有一个知行合一安尼的一个行动。所以伊伫咧伊出世了，伊的父母就安尼培养咱。今仔日咱嘛是共款，爱安尼来培养着咱家己本身，甚至培养着咱家己的遮个囝儿时势。互因会晓得来遵守着圣经内面的教示，咱才有法度安尼来互因，咱家己行出来，也互遮个时势来学。这是咱今仔日咱做一个基督徒，咱真要紧。这是也是咱做一个基督徒真要紧的本分。所以我要搁甲即个咱讲聚焦。刷来到伫咱的即个内面，即个真要紧的即个四面上，西面即个安尼会通讲伊是有迄个安尼迄种有领受着即个先知的迄款的职分。伊伫咧当伊安尼进入伫咧即个安尼伫遐伫咧到迄个圣殿内面，伫遐咧服侍的时阵，伊是圣经内面讲伊是一个义的人，佮安怎？伊伫遐安尼伫遐等待。圣经讲安怎讲？圣经讲伊讲当讲即个人义佮敬虔，平时羡慕迄个安慰以色列的圣神佮踮伫伊伊捌对圣神来得到指示，知影伊要袂死大生，要看见主的基督。所以咱就通看见讲，即个人伊是一个安尼伫遐等待伫遐安尼困伫遐等待迄个上帝要赏赐予以色列的迄个安慰者。佮伊伫咧迄个中间得到圣神的启示了，伊后来进入伫咧即个耶路撒冷的圣殿伫遐看见着婴仔耶稣，伊就将即个婴仔来甲接过来，甲指过来。伫遐安怎讲伊讲伊伫遐学了上帝讲主啊，他照你的话，低头放你的奴仆安然过世。因为我的目睭已经看见你的拯救，就是你所备办伫万百姓的面前的，做光来照外邦，佮做你的以色列百姓阳光。伊伫咧中间，即个西面伊伫遐安尼看见着主耶稣了，伊就伫遐来讲出即个婴仔。
伊伫咧即个讲伊出世了，伊伫咧即个世间，伊所要担当的职分是啥物货？伫即个所在，圣神借着西面宣告主耶稣，伊毋但是以色列的迄个安慰者尔，伊搁较是所有的人，包括着犹太人，甲着所有遮的外邦人，一个得救的方法。所以，伊伫迄个所在，伫遐来互遮以色列人，伫迄个圣殿内面，伫遐搁一摆伫遐宣告，就是主耶稣伊要成做即个犹太人甲外邦人的迄个拯救者。所以西面伫咧中间，伊伫遐搁一摆来讲起着上帝救恩，毋但是干那临到伫即个犹太人那顶，是包括着迄个全所有一切的人全球的人，拢总伫咧迄个所在，要来得到上帝救恩。佮迄个救恩是照着即个婴仔耶稣来开始。佮伫咧迄个中间一个后壁西面，伊佮后壁开始着为着即个婴仔来祝福，甲即个婴仔祝福，伊甲即个老母。迄个伊个婴仔的老母玛利亚讲安那讲，即个婴仔受设立，要互以色列中侪人跋倒，侪人起来，也要受辩驳的迄个记号。搁你家己的心也要有检察过，互侪人心内的念头会露出。西面伫咧即个所在，提起一个真要紧的，伊就是提起。伊伫遐讲起着主耶稣来到这个世间，伊将迄个真理带到伫即个光的中间。伊若甲伊接触的人，就应该爱做一个决定。迄个是一个什么款的决定？是一种调向上帝，另外一种就是离开上帝。伫咧中间咱会通看见。西面伊伫即个所在讲起着讲，即个婴仔受设立，要互以色列中侪人跋倒，侪人起来。伊若甲伊接触的人，伊就较亲像光共款，照入去伫每一个甲伊接触的人中间，上帝真理的光就要来照耀伫伊的心内。当伊照耀伫伊心内的时阵，一种。即个每一个人，伊拢爱做一款的决定。一种决定就是一个是爱调向要调向伫上帝；另外一种就是安怎离开上帝。因为当光照入去伫咱的心内的时阵，咱看见咱迄个光来，互咱心内的遐污秽垃圾来伫遐受到光照的时阵，咱心内会有两款的反应。一种就是咱伫迄个中间，伫遐悔改认罪，伫迄个中间，伫遐安尼来受到光照，欢喜来回转，来归向伫上帝。另外一种就是当伊看见着迄个光照入去伫咱的心内时阵，光照进我们内心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当中产生了另外一个，就是抗拒这个光，因为迄个黑暗。看见咱看见着咱心内迄个黑暗的时阵，一种是产生惊吓，一种是心内有侪的背叛，心内会有侪的艰苦，直到咱讲安尼即款的感觉我无爱，所以我要离开，所以我不爱就近光，直到有人就因为安尼来直到跋倒，这也就是今仔日即个经文内面伫遐讲起着。伫咧以色列中间有侪人要因为耶稣来跋倒，佫有侪人要因为耶稣来得到兴起。今仔日咱同款，咱接受主耶稣的即个福音，咱成做主的学生。今仔日主的光同款照耀伫咱的心内，直到咱当主的光，伊的真理的光照耀伫咱的心内的时阵，咱。是毋是嘛？伫咧迄中间产生了侪的迄个背叛甲迄种抗拒，甚至有当时咱伫迄中间，咱会感觉讲，即个上帝话是安怎一直拢干咧对我讲那点。今仔日上帝伊照着即段经文，搁一摆提醒咱，
当咱伫咧迄个中间，当咱接受主耶稣进入伫咱的生命内面的时阵，咱囝毋是拢期待咱的生命会通成做一个真积极，讲真积极的真互人满意的咱会通讲是一种讲叫做满幸福的人生。但是不可避免的、无可避免的，另外一种就是当光，咱每一个人若伫遐转往伫光的迄个迄个同时，当光进入到我们内心的同时，无可避免的，有光就会有什么？就会有阴影嘛，对不对？神的光进来，一个光进来的时候，就会产生阴影。当神的光进入到我们内心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当中也会产生一些的阴影在里面。赶快主耶稣伫咧伊出世了，西面伫迄个中间，对着伊的老母讲起着讲啦，讲你家己的心嘛要有检测头测过。所以咱就通看见着讲，当你伫遐你接受迄个上帝真理的光进入伫你的内心的时阵，迄个伫咧你的心内悠然嘛会产生了侪的阴影。遐个阴影有可能是啥物货？当主耶稣伊的老母将伊安尼伫咧伊安尼出世，差不多约略差不多伫咧6礼拜，因为每即个伫咧以色列的律法的内面囡仔生查甫的，因需要有40天的洁净。伊伫咧迄个40天的洁净了，因就爱马上将即个囡仔头生的儿子，头上仔囝，爱献互上帝，归互上帝，分别为圣。咱会通去想象到另外一个分别为圣的一个记述，伫咧圣经内面，伫咧旧约内面，也就是即个撒母耳。撒母耳伊的老母伫遐向上帝伫遐求一个后生的时阵，即个老母后来安尼对上帝得到即个后生撒母耳了，当即个囡仔大汉了，伊就将即个囡仔来献互上帝。就忝伫咧圣殿内面，迄是一个安尼，咱讲婴孩的耶稣献互上帝。那照以色列律法内面，头上仔囝，你若是迄落拢爱分别为圣归给神。另外一种就是爱去赎回，用赎回的方式去赎回这个孩子。就是说，互伊无伫咧圣殿内面伫遐服侍，安尼因就爱为着即个头上仔囝来安尼献上，毋若是干那献祭以外，伊爱阁安尼付出一个，咱讲迄个迄个赎价，迄个赎价差不多是差不多约有差不多5舍克勒安尼的一个金文。那伫咧迄个中间，如果你若是无赎回，即个囡仔就归伫圣殿，伫遐来安尼来做圣殿的遮的事务。所以，咱通看见伫咧撒母耳的时阵，伊的老母就将即个囡仔留伫咧圣殿，无赎回。耶稣的爸母伫咧迄个中间，咱无看见有任何的记述，但是咱伫迄个中间会通看见，因将即个头上仔囝献互上帝，但是西面伫迄个中间却讲起着即个囡仔将来所要做的代志，以及伊的老母所着应该承受的。伊的老母伊以后爱迄落当伊安尼调用着上帝光的时阵，将即个婴仔来献到伫上帝面前的时阵。伊无可安尼讲避免的是，伊爱承受伫咧未来，伊爱亲手来埋葬伊的囝。这也真做伫咱的信仰的内面，有侪人伫迄个中间
伫咧服侍中间，咱有侪的丢毒。我毋知影讲，咱中间当你安尼生着一个头前仔囝的时阵，我毋知影你怎样来看待即个头前仔囝。侪人，伊伫咧服侍的过程内面，有当时伊伫咧教会参与侪服事的时阵，伊犹原共款会有侪的丢毒，哦，犹豫，哦，丢毒就是犹豫，哦，犹豫什么？咱咧丢毒啥物货？因为咱爱知影，将咱一个咱一个孩子来献予上帝。咱会去想到，即个囡仔伊以后有可能会拄到的，就较亲像头拄仔伫咧咱咧练习的时阵，素贞姐伫遐甲咱讲起的。有个人伊伫咧安尼献身诚做上帝的奴仆，伊伫咧中间，伊可能爱受到侪的艰苦，侪的艰难。所以咱做父母的，咱也想着讲，哦，我以后我的囡仔若要献予上帝。哇！伊可能会去拄着啥物款的代志，所以安怎，心内会有侪的丢毒，有侪的犹豫，敢袂敢通。咱共款，有当时咱伫咧教会内面参与伫咧侪奉事的时阵，咱嘛有侪的丢毒。啥物款的丢毒？啊，我做这个服事，啊，以后我不知道会不会受到一些的伤害。以至于我们不愿意参与教会里面的各样的服事，因为为了避免伤害。但是，咱会通看见的是，玛利亚伊无安尼想。伊虽然伊将安尼的即个迄落西面对伊所讲的这话，但是伊并无因为安尼，伊就那藏伫伊甲藏伫心内，伊并无伫迄中间，伊犹原欢喜将即个囡仔来献予上帝。咱伫咧迄个中间，咱兼有看见着上帝，伊伫咧咱的生命内面，伊对咱的每一项的呼召，对咱的囡仔的呼召，对咱每一个家庭内面的成员的呼召。咱伫咧迄个中间，咱是敢若受着为着因的未来伫遐咧设想。啊，是咱有搁想到搁较未来、搁较远的迄个上帝、迄个搁较大的祝福，伫咱的迄个咱的人生的内面，也是讲伫咱的这囝儿逝世的顶面。所以，求主帮助咱，当咱伫咧看见着今仔日这段经文的时阵，上这个约瑟甲着玛利亚将着伊这个宝贝的即个头前仔囝献予上帝的时阵，咱伫咧迄个中间，咱是毋是搁一摆来深想，咱是要怎样来为主来做好咱应该爱备办的？咱也应该诚做主所备办的，诚做伫咧即个世间内面的迄个光，伫咧即个世代诚做迄个光。我真感谢主，咱的教会以及咱今仔日咱的即个规个。咱宜兰县的所有正教会，咱宜兰县总共有74间的教会，各教派总共有74间的教会。咱伫咧即届，咱伫安尼即个12月几个月内面，咱有总共有10场的即个无共款的圣诞的活动，不管是圣诞点灯，或是游行，或是圣诞晚会。有个人检采会看见的是用着世间的方式来看见咱今仔日咱即届所做的这个圣诞的活动。但是我毋知影咱有看见着无？就是上帝伊予咱一个机会，予咱有机会去接触到你原底有可能无可能接触到的人，你有可能无法度去接触到的人，却是伫咧迄个中间，上帝照着这个活动，互你有机会去甲因接触到。互咱伫咧迄个中间，咱来诚做迄个为主备办，要来迎接主来进入伫咱
的心内，迎旨咱的主来进入伫每一个人的心内，迄款安尼的准备，互光来照入伫咧即个世代。咱看见着，不管是咱看讲尤其是咱今年2020年，会通讲是一个安尼非常混乱的时代，一个年。迄个年内面有包括着疫情，有包括甚至包括着美国的总统的大选，迄个大选甚至会影响着咱台湾。咱伫咧迄个中间，咱怎样来伫咧中间来看见着上帝伫咧即个世代，伊爱咱到底爱咱做甚物款的代志？咱看见着即个世代内面，迄个规个迄种的混乱，会通真好伫想象。咱伫咱台湾，咱伫遐安尼选举咱的总统的时阵，咱会通安尼。用着真公正的方式伫遐来选举，咱无法度去想象一个民主的国家，竟然会用有遐尼啊多的迄种的弊端，竟然阁继续伫咧迄个所在，安尼会用伫遐咧创新。咱无法度想象，就用想象着讲，即个世界怎样互即个撒旦伫遐咧捆绑，甚至用着基督教立国的即个国家。因竟然会安尼，咱会当无法度想象讲，哪会变做安尼？所以今仔日你做一个基督徒，咱搁较有一个真要紧的责任，咱需要来备办好咱家己，搁安怎正做即个世代一个真要紧的，咱爱正做迄个改变的力量，互上帝光真正进入伫咧咱的心内。搁安怎？咱看到咱心内迄款的黑暗的时阵，咱欢喜来伫咧中间来改变，来伫遐调用着上帝，互咱的迄个黑暗搁较减少，互上帝的光不断伫咧中间来伫咧咱内底，伫遐来甲咱照耀，搁安怎？毋若安尼，搁互咱有法度来反射出。上帝光，互上帝光来照耀伫咧即个世代，互迄个黑暗的所在无法度，搁伫咧中间来受到搅扰。今仔日咱伫遐领受即段经文的时阵，咱求主帮助咱，互咱搁一摆定心来立志，咱怎样伫咧即个世间，咱要好好来为主备办伊的道路，互上帝的福音，互主耶稣的基督的救恩会通临到伫即个世间，互侪人有机会来去接受到即个福音。所以我真感谢主，特别咱的即个圣诞的暗会，伫咧即个运动公园的所在，我无拍算。有遐尼侪人来参加，真侪遮个咱的福音的朋友，伫咧迄个中间路尾手有侪人伫迄个所在底下来决志。我真感谢主，伫我的手中咱即届嘛有几啊位咱的兄弟伫迄个中间欢喜来参与伫咧即届的迄个陪谈的即个工作内面。我嘛真感谢主。咱教会毋若干若有准备遮个万福报，而且个迄落为着因祝福祈祷。我嘛看见着甚至有兄弟伊欢喜来伫迄中间来做真侪的陪伴，甚至有人伫迄中间伫遐安尼，家己用手工家己来写着迄个祝福的卡片，来祝福着伊所要接触着的每一个人。咱需要安尼好好来备办咱家己，互咱会通伫咱的生命中会通有机会来去接触到你原底本地无可能接触到的人，也互因伫咧中间，甲因分享着上帝怎样来改变咱的心，改变咱的生命，互咱
伫迄中间，甲因分享着上帝的疼，也互因有份甲咱共款，会通伫迄中间领受上帝的疼。所以，弟兄兄弟，咱真正求主帮助咱，互咱伫咧过来新的一年的开始的时阵，咱无搁再伫迄个中间来安尼行看见上帝光。咱乃是要欢喜来迎接上帝以迄个真理的光来进入伫咱的内面，搁当迄个光照着咱的时阵，咱看见咱心内黑暗的时阵，咱伫迄个中间，咱欢喜伫遐讲主啊，求你怜悯阮，改变阮，互我的心来得着迄个中间来得着改变，然后互我的心真正会通甲主你的话、甲主你的道来真实来伫遐接触，互我的生命真正来换新，互上帝的光，照亮着我。互我有法度来将主你的光安怎来甲反射出来，互众人看见咱就安尼，那亲像如见耶稣共款，也种互咱真正会通发出了那个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伫咱的即个生命内面。刚才咱过去咱真少哩甲人来分享，但是今仔日。咱今仔日读到这段经文的时阵，咱搁一摆要搁一摆来深想，当上帝照着这个西面底下来讲起讲，上帝的话，主耶稣伊要互以色列人侪人跋倒，侪人起来，搁哪也搁受罪，也做受辩驳的记号。咱有要欢喜诚做迄个？咱有要欢喜诚做迄个无？当咱伫迄个中间，咱伫迄个安尼活出上帝爱咱活出迄款的生命的时阵，互侪人因的生命伫迄个中间，搁一摆咱甲因三拄，用着生命来影响着因另外一个生命。伫迄个互因迄个中间，毋是互因跋倒，乃是要互因来得到建立，互因逐人因为咱的关系，互因的生命来得到来起来。搁安怎？因伫迄个中间要成做主迄个宝贝的即个家庭的一份子的时阵，咱就要成伫咧主的面前安怎？以后伫主的面前成做一个迄个咱叫做讲好搁慎重的路步。虽然伫迄个过程内面检采，咱要亲像玛利亚共款，安怎？会通有当时，咱的心可能会那亲像互剑安尼插透，安怎？伫咱的服侍的过程内面，检采有当时咱会有艰苦心，会有侪迄款安尼无爽快的所在。但是因为咱看见的是迄个背后壁迄个主上帝，迄个背后迄个主耶稣，所以咱就无搁看遮个艰苦，遮个安尼。伤害诚做要紧，因为主耶稣伊家己伊要亲自来抹平咱心内一切艰苦，所以求主帮助咱。伫咧咱面对着咱今仔日咱即段经文的时阵，互咱搁一解受到提醒。咱伫咧新的一年的开始，今仔日咱也有侪咱的教会或者的机构或者的首长要来伫遮受任，咱搁一解来深想。咱是要干那将这个咱的所谓这个同工，所有的这个事工，全部干那撒互这个人来做就好，是咱有要欢喜甲伊同齐同工，互因伫咧服侍的过程，无搁再是伫遐安尼受着伤害，伫遐受着安尼艰苦心，乃是要伫咧中间，甲因同齐伫遐来为着。上帝国伫迄个所在，伫遐来开阔上帝国伫咱的教会，伫咱的每一个团契，伫咱的每一个小组内面，为着是要互因每一个团契、每一个机构，会通去接触到更较侪人，互因的生命伫迄个中间来安尼得到换新，来互因甲咱有份成做上帝的儿女。所以求主帮助咱伫咧安尼年底的时阵。即句上帝的经段，圣经的经段，搁一摆来提醒咱，互咱真正会通伫咱的生命内面
真正活出主爱咱活出的款心，无搁再是安尼，干那是一个形式。哦，咱无诚做迄个形式化的基督徒，咱乃是要真正照着上帝的话，咱来伫遐来说义行，来活出上帝爱咱活出的款式。咱同心来祈祷。主上帝，阮满心感谢你。主，你互阮怎样有遐尼大的福分，大声诚做主你的儿女。当伫阮安尼一年的结束的时阵，主，阮对你的话语搁一摆来受到提醒。主，阮欢喜来将阮家己本身来献互主你使用。主，你也伫咧迄个中间，用着你的光不断来光照阮，来帮助阮，互阮真正伫阮的日常生活中，真正会通活出主你要阮活出的款式，来见证主你的荣光，也互阮的日常生活中，真正会通安尼去无看见着遮的伫阮的日常生活中。不管是伫咧教会奉事，也是伫咧生活内面、家庭生活，遮个任何的伤害，乃是要独注目看耶稣。互阮伫咧每一个代志顶面，阮会通看见圣神帮助阮，互阮会通看见主你伫即个中间，阮伫咧迄个中间，阮所需要扮演的是啥物款的角色，也互阮会通。真正照着主你爱阮活出的款式，阮就伫咧迄中间来见证主你的荣光。但愿你伫阮过来要有新的一年的开始，主你也亲自来施恩赐福伫阮所有每一个人。主，阮过去阮检在阮伫阮的旧的一年，阮有安尼拄着侪或者无不如意。侪遮个安尼，互阮感觉无爽快的代志。主，你伫咧迄中间，你家己亲自来承担；主，你亲自来补满；主，你家己亲自来安慰夫妻。互阮伫阮的生命内面，伫咧新的一年，主，你搁一届注入你新的活命伫阮的内面，互阮真正会通有换新的心，会通伫阮新的一年，阮要为着主你来。搁较侪来互主你来使用，来见证主你，愿主你家己亲自来施恩赐福，带领保守着阮今仔日在座所有的遮个众兄弟，特别是阮过去伫咧即个奉事顶面，阮所拄着遮个受着伤害遮个兄弟，以及阮的所有的正当工，主你家己亲自一个一个安慰夫妻，施恩赐福。纪念你所有遮正当工所做，就施恩伫阮每一个人的心上，以及阮的家庭、阮的工作、阮所做的每一项代志顶面，主你拢互阮凡事兴盛。主，阮搁一届将阮南阳教会所有正兄弟，搁一届摆伫主你的面前，愿主你施恩赐福看顾，安尼恳求祈祷。拢上过出做叫做圣名，阿免。这是咱要来就任式，咱要来请咱教会内面所有遮个新任的遮个会长、组长来到伫咱的台前。伫咧咱的周报内面吼，有牵出遮个咱的各团契的遮个首长，伫咧即中间有老交一个注意到的校长毕光校长吼，咱请少年团契会长王娟慧，信爱成人团契会长冯林慧，妇女团契会长赖碧爱，社青团契团契会长廖丽云，学青李伟杰，青少年团契庄景文，师班长曾建明，
音乐侍奉团冯燕云，兄弟团契路人节，以及主理的曾建民，不，迄个曾碧光。来，请按照顺序好吗？迄个松年新爱成人团契、妇女团契、社青团契、学青、青少契、诗班、音乐侍奉团、弟兄小组，还有主日学，好，来，徛较快一点，好不好？咱真欢喜，咱有选出侪侪遮个教会的遮个同工，咱嘛真感谢主，因欢喜互主使用所以咱伫即时阵要来举行就任式。伫咧哥林多前书15章讲起着讲，所以我所听兄弟啊，恁着坚固，无摇拽，常常尽力伫主的工，因为知恁着我。伫主话，毋是空空，所以王娟慧、冯林慧、赖碧爱、廖令云、李伟杰、庄景文、曾建民、冯燕云、路人杰、曾碧光，恁要领受相连团契。信爱成人团契、妇女团契、社青团契、学青团契、学青小组、青少年团契、教会诗班、音乐侍奉团，甲着弟兄小组、主日学所领受的即个责任，恁有确信即个是上帝的召命啊无？恁要领受即个责，恁着倚靠教会头耶稣基督。独独遵依做主来尽你的责任职务，你要约安尼行啊无？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南洋东会小会的官别，设立恁做本会相连团契、信爱成人团契、妇女团契、社青团契。学青小组、青少年团契、教会诗班、音乐侍奉团、弟兄小组、主日学等等的会长小组长迄个诗班长、注意到校长等遮个职，恁着谨视恁本身的行为以及恁所做，常常关心这个事。尽力伫主的工来归荣光上帝，咱同心来祈祷。主上帝，阮搁一摆将徛伫主你面前，阮的同工，就是相连团契、黄娟会、信爱成人团契、冯林会、妇女团契赖碧爱、社青团契廖丽云。学青小组李伟杰、青少年团契庄景文、师班长曾建民、音乐侍奉团冯燕云、弟兄小组路人杰、主日学曾碧光，祝愿将因一个一个拢恭敬仰望伫主你的手中，愿主你施落你天顶的这个聪明智慧，互因有对主你来的智慧以及贴心耐心。来带领着主你所交托因的职分，互因伫咧每一个职分顶面忠心尽职，互主你的名得到荣光。愿将因恭敬交托伫主你，也愿主你纪念因手所做工，互因所做真正会通，互侪侪人因为因来得到祝福，得到福气。祝愿安尼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请我们回转。
咱若要顺续伫遮来颁发即个任命书吼。好，咱的雄联堂客会长王娟慧，你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好，那个信爱成人团契会长冯林慧长老，妇女团契赖碧爱姐妹。社青团契廖丽云，学青小组李伟杰，好，青少年团契会长庄景文，咱的教会诗班班长曾建明执事。咱的音乐侍奉团团长冯燕云，咱的弟兄小组组长陆仁杰执事，咱的助理的校长曾碧光校长。好，来，咱搁一届鼓掌，嘛，请咱。安尼，各界新的一年，拢甲咱所有遮正当工同心，安尼来兴起上帝教会，上帝安尼所交托因的遮事工，咱拢欢喜甲因同心同工。以上，咱搁一届鼓掌。好，好。这时，咱要来唱回应诗，圣诗77首。圣诗74首，早伫大鼻王的城呢。请坐。咱即时要来奉献，请肃静执事、恩心执事。
请坐。要报告的大声，咱今仔日毋知有新的朋友无？好，安尼咱即时咱来看报告。报告事项。第一个度假就任的会长，我们就不再报告了哈。第二，本主日是本年度的关账日。请各团契将年度结余款于当日缴回教会，交给方美执事。然后各团契的收支凭证、现金账跟账类，请于2021月10号缴回教会。第三，小会公告，我们接纳吴国华弟兄、陈佩璇姐妹、吴延卫姐妹、张庆瑜姐妹为陪参会员，钟美汝、简维成为未陪参会员。第二，接纳服事奖学金颁发案。第四个，下一季的行事历招待桌，请咱乡亲大家来提哈。第五，干事已经将和会手册的档案给各团契，那我们尽速在1月24日以前寄回给干事。和会于2021 2月21日召开哈，和会每年2月21日召开。第六31日就是这个礼拜四的晚上8点到9点举行岁末祷告会，然后周二的祷告会合并于岁末的祷告会。第七这个我们自己看。另外肢体消息这里有双联教会、济南教会，还有我们在教会都有很多的活动。咱有兴趣的哈，咱大家来规划就好哈。好，咱看后壁下周的事项，咱请咱大家看准备心，老师，我们有补充报告无？这边咱这个时阵，咱要先来大先来颁发那个洗礼证书哈。咱来请迄个来请迄个吴国华跟陈佩璇咱来颁发洗礼证书，个上印圣经吼。来这边，来，我先来这边哈。来，吴国华。这个圣经，来，我先先摕来安尼抓着，安尼抓着。佩璇好，佩璇拿着这个，我帮你拿着这个好，好，请坐。过来，张庆瑜。来，等就，来，要个翕一张安尼哈，来，那个佩璇，我们来这边，好，再转过来，好，好，来 ，OK， 好，你别贴，来先，好，请那个，庆宇在这里，庆宇。这样子，来看那边，靠着。恭喜！还有吴延卫，延卫没来。他今天请假哈。
我们另外再找时间来颁发。那所以美如有来吗？庄美如？那但是也是要给妈妈拿啦。好，那个明德今天有来吗？我们是连小朋友都有洗礼证书的哦，哎 ，OK， 好，咱伫咧迄个今仔日吼，等下咱就礼拜三咱就要开始迄个事工的检讨会，所以咱请同工准备心，吼，其他的部分头拄种报告了差不多。安就好啊。好，咱即时来吟线会诗歌514首，请起立。是阮的主，我满心感谢你，伫你安尼好的稳定的意思下面，互阮经过一年，伫即一年内面，阮得到主你丰盛稳定满满，也互阮无拄着恶担当的事，阮献上感谢。但也愿主你伫阮国过来新的一年，阮有对主你领受你来新的意象、新的看见，以及阮也要伫咧中间。要来欢喜，来放弃阮家己本身做的这意见，乃是要遵守、遵探主你对阮所交托迄个好的意思，来行伫主你伫阮生命内面所着应该行的，互侪人因为阮来为主你来高举你的名，互侪人因为阮因。就要来领受对主你来的祝福，稳定满满。那愿恁的疼心亲像约旦河的河水流，长流无煞；也愿恁的信心亲像锡安山的步道，步步高升；愿恁的祈祷亲像金香炉的烟，献到伫主的面前；愿恁读经亲像金灯台的亮光，照亮前程；愿恁的家庭亲像迦南地的葡萄。幸福甜蜜，愿恁的身躯那黎巴嫩的碧香树，永壮茂盛。愿主赐恁的稳定，那黑明山的露水年年滴落。安尼，愿主耶稣基督稳定，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正人三个伫地，对即时直到世界的落尾。阿免。请坐。